分享的情绪啊，也谢谢我们的颁奖人，再次的谢谢我们的处长啊，文乔斌处长。没事没事，主办单位，市政府，谢谢。我看的是台南的大仙寺，然后那个地方是虽然我是云林人，但是我从小会一直去的地方。然后，当我知道那个地方有一群老的刀刻师在那边已经做了10年了，就我一直很吸引的。那我会觉得说，文化这种东西跟时间，是紧紧的合在一起的，所以我就想要用一个装抽象的方式去传达那种，每天到底是多少个天可以演出10年这样子。谢谢大家。大仙寺。谢谢，都是我们雕刻时光城市葡萄宴哈。那接着呢，就邀请我们现场所有朋友来欣赏这3支的优选的获奖影片喽。宋江镇，有的。要放样的，那这个滚轮呢？大溪里为车生活会的东南风，面积干那4.5平方公里，是一片沙土地。上尾岛的部分就是主要部落大天会的所在。这个树头135公，大部分的人拢在做事。我那天底下搞1点，做1点后，我来参考。就是那，好问题啊。